所以咧，大家今朝早上餐廳又見唔見到嗰啲魚油啊？有啊，食咗粒。懟咗整一粒係嘛？OK 嗱，呢啲咧係對於喺冰島人咧喺擁有嘅物質之餘咧，對於人嘅吸收，由於因為我哋陽光少啊，佢哋咧比較吸收少咗嗰啲叫維生素啊。咁所以我哋能唔能夠有其他啲嘢可以作好似濕條紋咁補充翻咧？就係嗰啲鱈魚油、魚肝油嚇，好多㗎嚇。同埋餐廳嗰啲係液體，金宵餐廳嗰啲就一粒粒嗰啲，唔貴㗎，喺超級市場都有得買嘅嚇，好流行嘅，甚至乎小朋友佢由細到大都係食嘅嚇。陽光，咁好啦，擁有住呢一種情緒嘅。唔能夠好多時同人哋溝通啊、表達啦咁樣，咁令到好多北歐人咧，對於佢哋喺生活上邊就感到乏味啦，咁就往往令到佢哋咧需要有一啲叫做呢個服務好大，抗抑鬱嘅問題啦。咁冰島呢個國家咧，雖然人口唔多嚇，但係呢一種叫抗抑鬱嘅藥物咧，喺北冰島咧就少見啊，反而嗰啲咩丹麥啊、瑞典啊、挪威啊多好多。因為冰島由盤古初開，都已經係喺擁有一個獨特嘅地形，有人類生活喺呢個島上邊嗰種嘅叫做艱難啊，嗰種嘅奮鬥，嗰種精神啊，所以冰島咧係禁呢啲藥。而過去冰島曾經喺80年代初期咧，為咗要鼓勵啲人民多啲出外去同人哋一啲戶外活動，多啲出外同人哋去溝通交際。冰島電視台一個星期入邊，其中一日咧係冇電視睇嘅。即係你啲人話：哇，沒有最絕，只有更絕。電視都冇得你睇。咁我哋嗱好多時咧就從負面嗰樣嘢諗啦，係嘛？哎呀，冇電視睇咁樣嚇。嗱，你試下，如果大家今日有一日話俾你聽冇得上網，你會點？哇，好靚嘅島影啊！嗱，冰島試過冇電視要鼓勵啲人要咩？外出走走，鼓勵啲人去到外出嘅地方，作為更多嗰啲群體運動。其實過去至現在，佢哋知道發生咩事。咁所以今日咧，嗱你唔好睇少喎，冰島人咧喺嗰個創作上面咧，係真係令到一個小小國家嘅國民咧多番嘅創作，既有佢哋國家入邊咧好鼓勵啲當地人咧係閱讀嘅。如果講話北歐國家，佢哋閱讀嘅數量係多嘅話咧，冰島可以話係代表中嘅代表。亦加上佢有好多不同嘅創作，嗱有機會大家不妨可以上去嗰啲叫音樂網站，大家而家好多付費嘅嗰啲，例如Apple Music 啊，例如嗰個嗰啲即係嗰一紮嘅音樂平台啦，你不妨可以有時間去揀選